Get out of my land. Get out of my land. 就是要改变，就是要改变，就是要改变。可能很困难，因为选举在学生们的期末考的时间，在过年的前1个礼拜。但是如果不透过实践，没有办法改变。所以真正切切的期待年轻人，而且我们也没有钱可以请你们坐游览车，你们还有可能买不到票，特别是花莲、台东的。但是如果你不参与这个行动、这个实践的过程，我相信你会在你的未来会非常的遗憾，因为就缺你的这一步，就差你这实践的这一份心力。当1月14号马要当选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开始的改变。但是如果我们不在这个之前努力，这个改变将很难启动。期待各位跟我们一同实践，跟我们一同参与，跟我们一同对台湾的这块土地有真心诚意的对待关心。我们会用手机，我们会用 FB， 请大家一定要催票，请大家邀请你的伙伴、你的朋友，即使不是原住民族群，即使没有选票的朋友，当你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的时候，请支持，请鼓励这一群原住民的年轻人的一种期待，这一块土地的期待。为什么要等那么久？那么久？Santa Mapasado Maviado Sisibong Satagising Nibis ka so kayap to Nakauka也许有一天，你也会想要离开繁华的城市。也许有一天，你也会想要看见妈妈说的那儿是像天堂一样的想象。也许有一天，你也会想要改变，用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价值。也许有一天，你也会想要了解古老的歌在哪里
生。也许有一天，有一天能跨出脚步，踏上遥远的、最遥远的路。也许有一天，有一天能跟随你的脚步，踏上遥远的、回家的路。让风吹着你的长发，让眼泪尽情地流下，尽情地徜徉。回家吧，回家，让风吹着你的长发，让眼泪尽情地流下，歌尽情地徜徉。回家吧。也许有一天，你也会想要离开繁华的城市。也许有一天，你也会想要看见妈妈说的那儿是像天堂一样的想象。也许有一天，有一天能跨出脚步，踏上遥远的、最遥远的路。也许有一天，有一天能跟随你的脚步，踏上遥远的、回家的路。让风吹着你的长发，让眼泪尽情地流下，尽情地徜徉。回家吧，回家，让风吹着你的长发，让眼泪尽情地流下，尽情地徜徉。回家吧，回家，吹着你的长发，让眼泪尽情地流下，尽情地徜徉。回家吧。Unina meng humisa